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文明，聊一聊什么叫文明，我们离文明社会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我们离文明社会还有多远。为什么聊这个？最近或者是这几年在网上发生这么多这种大家非常关注的社会事件，这个热点事件，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人群的这种撕裂啊，观点的对立。这个也难免让我们想起什么叫文明。这个是社会事件，包括地缘政治，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色列和加沙，胡塞武装等等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什么是文明？这个对文明的概念充满了争议。我想大家可以在 DeepSeek 上，或者是百度啊，或者是 Grok 这种人工智能上面都可以去探索一下什么叫文明，看他怎么解释。不管怎么解释，他解释的不一致，就是说这个文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很多人在谈到文明的时候，总是冠以古代或者现代，东方或者西方，总之要给它做一个对比，一个区分。这种实际上就是想证明文明的多样性。但是某些自诩文明的社会一直充斥着血腥、强制和奴役，而在西方所谓的黑暗中世纪，司法权威的女性财产却受到了极大尊重。可见文明并不遵循阶段论或国情论，文明有着某些永恒的全人类共有的特征。那文明有哪些特征？大家一听都能理解的，这就是共性。无论你是伊朗，你还是在美国，你还是在大国，还是在俄罗斯，无论哪里的文明，它应该有这些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暴力浓度低，人类活得越来越好，首先得益于越来越安全，而来自同类的暴力行为始终是人类安全的头号威胁。几千年来，人类相互间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少，就是文明进步的首要标志。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时髦的话呀，就是定义什么叫文明，什么叫野蛮，当然也不完全准确。明明可以打你一顿，但是却选择了跟你讲道理，这就叫文明，便于理解。也就是这种文明，它让我们人类脱离了这种丛林社会，那种弱肉强食，那种野蛮。文明就是相对野蛮，野蛮就是暴力。那明明可以打你的，明明可以抢你的，但是选择跟你讲道理、谈判，这就是文明。放弃暴力，这就是暴力行为越来越少，就是文明进步的首要标志。他说，比如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废除了寡妇殉葬制度，降低了暴力浓度，所以英国比印度文明。然而，即便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国与国、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那现在你看，发生在乌克兰的俄乌战争，还有各种地区的这种冲突，实际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当然，这说的是战争，但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风俗，比如在某些地区可以合法的砸死出轨女性，还有性奴、杀婴等等，都是极其野蛮的行径。人类能够减少暴力，拥抱文明，或者是个偶然。也就是你看，不要说印度、阿富汗这些地方，那地方还有家族什么荣誉谋杀。如果这个家族有个女孩子或者女性出轨，或者是没有遵循家族的当地宗教的要求，那么家族成员男性也有可能要处死他，维护家族的荣誉，这个非常残忍和血腥。在印度、阿富汗这地方咱就不说了，那大国不也一样吗？你往前倒个几年都差不多。现在也就是改革开放了，稍微好点。所以文章说，人类能够减少暴力，拥抱文明，或许是个偶然。正如思想家威尔·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所说，来自国家的集体暴力一直是文明的最大威胁。他说，在有文字记载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有人统计过，在中国啊，古代历史啊，就到现在好像50年就一次大战，就是发生在中国，全国性的战争、战乱50年一次。在可预见的将来，暴力仍将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说，如何防范他人的野蛮，决定了我们的安全感；如何克制自身的野蛮，则是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感。就是我们既要防范别人这个野蛮，我们还要克制自己的这种野蛮。那么文明的特征第二个就是稳固的、明确的私有产权。两只蚂蚁争夺一块面包，猎豹和猎狗争夺一块肉，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苏格兰启蒙的集大成者亚当·福克森在论文《文明社会史》一书中发现，动物无法表达我的、你的，只有人类可以。实际上，这个人类好像在3岁以前也没有我的、你的概念。什么时候形成我的、你的概念？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可以观察。那个婴儿呀，刚学会说话的小孩，他不会说我，他只会说宝宝、说妈妈、爸爸，他还不会说我、你来区分。这个很有意思。这动物
那从生到死他都不会有我你之分，他就是无法表达。所以说他主张私有产权是文明和野蛮的分水岭，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休谟、斯密、哈耶克等思想家都强调，先有私有产权，才有市场和法律，才让人类告别丛林法则，进入契约社会。米塞斯甚至断言，一个不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只能停留在极低的文明水平，风能进，日能进，国王不能进。稳固清晰的私有产权是人只为人的尊严，也是穷人免于剥夺、脱贫致富的唯一机会。好邻居不如好篱笆，产权边界越清晰的制度，越能鼓励人们诚实守信。私有财产受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显然，在大国目前这一点还是比较尴尬。我们一方面好像也有私有产权，如果没有私有产权，那加州老师玩命的往自己口袋里、往自己家里挠钱，那是为谁挠？说明还是有私有产权的。但是加州老师他是反对的，他反对这种私有产权，所以这个我总结，我认为这个叫比较尴尬，比较别扭。因为加州老师他是讲究一大二公，集体大头，大河有水。按照这种逻辑，他那就比较漠视、轻视私有财产，所以宪法、法律里面这个就比较模糊。但是我们看加州老师那是玩命的往自己口袋里面搞这些私有的。文明的特征3叫开放、协作程度高，说动物的协作程度远远不如人类，所以人类尽管体力不占优势，却成了万物之灵。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比较片面，当然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经过科学研究，这动物之间的协作那才叫神秘。有很多动物它是靠协作才能活下来啊。你比如说那个蜜蜂采蜜，比如那个蚂蚁，它的分工非常明确，有工蚁，什么蚂蚁的皇后，很多动物都靠协作，哪怕狮群去捕猎，那也是要协作的。很多海洋生物它们捕猎也要协作，那些金鱼把一些鱼往一起赶，拿大嘴吸它们，都要协作的。所以说，当然了，他说动物的协作程度远远不如人类，也有可能人类对动物的这个研究和理解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当然不影响他这个意思，他说这个人类尽管体力不占优势，却成了万物之灵。文明的进步就是从封闭掠夺的野蛮秩序逐步转向开放协作的文明秩序。他说比如古代游牧民族侵略中原，抢劫、杀戮，甚至吃人肉，后来一些部落逐渐与汉人贸易，就是向文明开化。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贸易是交易能到的地方就不需要大炮，这句话怎么说的我可能忘了，那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现代社会市场分工已经高度职业化，全球化时代以来，全人类的科技和生活水平都呈加速度增长。更进一步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开放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开放。正如人类学家麦克法兰教授在《文明的比较》中所揭示，英语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形成自由、包容、有活力的社会，正是因为经济、政治和荣誉机会对所有人都平等开放。而那些自我封闭的社会，无论许诺多么美好的未来，都陷入了暴力、贫困、奴役的恶性循环。这个有那么一点历史周期率的意思。翻开咱们这个历史书你就发现这2000年来无非是周而复始的讲着一个故事。文明的特征4说遵守契约，目光长远。他说动物没有长期的记忆，也不能预测遥远的将来，因此动物没有诚信伦理，也无法预见功利行为的恶果。但人类是有历史和预见的生物，在积累足够的博弈经验以后，人类逐渐达成共识，依靠相互残杀无法走出囚徒困境，唯有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才能带来持久的安全和繁荣。文明社会的远见还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关切。随着文明层次的不断提高，契约精神越来越重要，人类有了更伟大的发明——货币信用。动物和野蛮人没有达到商业文明的层次，因此无法理解货币信用的本质。正如马修·梅尔科在《文明的本质》一书中描述的，当鲁滨逊和星期五被困在荒岛上时，金钱的价值比不上一盒火柴。但是当星期五跟随鲁滨逊来到文明社会，发现金钱竟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所以越是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的社会，其文明层次就越高。孟德斯鸠甚至
至断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与法治。那么这个文明的特征5，遵循法治，保护个人自由。文明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律保护所有人的自由，立法公平、公正、公开，司法遵循程序正义。正如这个《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西方社会与其他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极端看重法治和个人自由。比如英美国家，政府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公民却可以做法律尚未禁止的一切事。用这个网上时髦的一句话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对公民。对政府叫法无授权不可为。你看这个边界是不一样的。对公民来说，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你就可以干，但是对政府来说，没有授权的事情你不能干，任何事情都要得到授权。宪法有效地保障了基本人权，没有普遍的任意刑罚，比如饥饿、刑讯逼供、剥夺睡眠，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必须经由独立公正的司法程序才可以定罪。这个刑法不仅保护好人，它也在保护坏人。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实际上是法治是保护所有人。你是罪犯，实际上法律也在保护你。举个例子，你是个小偷，如果没有法治，那有可能把你手给砍掉，也有可能因为你偷了个什么东西把你枪毙。但是有了法律之后，小偷他只受到小偷的这个惩罚，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他的一个保护。比如咱们前面说的通奸，那就是通奸的惩罚，不会把他什么实刑，用石头砸死，什么荣誉谋杀，这叫什么罪罚相当。所以你看，他法治是保护所有人。咱们看很多报道，很多这个小说，现在很多报道，那贪官一被抓住之后，他马上要请那些律师，越有名他越请那些律师。他以前在台上的时候就跟这些律师过不去，打压这些律师，动不动把他抓起来。但是他本人一旦身陷囹圄，一旦被有关部门给他双规立案侦查，他马上就要求他要请律师，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了法律原来是保护他的。当他有权利的时候，他认为法律无所谓，法律是他的工具。而在野蛮社会，人们面对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强制和奴役，那里充满酷刑与寻租，程序正义时常遭受践踏，很多招战的罪行甚至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个咱们一直说程序正义很重要，就我们不光要追求结果正义，程序正义如果没有程序的正义，其实你很难保障结果是正义的。这就是咱们说的马斯克在美国搞的变法，他初衷是好的，为美国纳税人节约，一年要节约1万亿美元等等，但是他这个过程很难说他是程序正义。他搞的是群众运动，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证据说谁就贪污了，把谁送进司法程序了，没有。他都是通过自己一查这个，马上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开始公布，发动群众运动，这个很可怕。文明的特征6说，普遍的同情心，关注生活细节。同情心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也就是同理心，或者再说俗一点，我们会换位思考。就是山西大同强奸案，这个就是订婚强奸案，我们了解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之后，我们也要会换位思考。你经过换位思考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搞到这一步，你会产生一种叫同情心、同理心。如果你不会换位思考，你只是在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对吧？那就非常偏激。亚当·斯密认为说，自私是生物的天性，是生存和繁衍的依据，但人类也有同情心，且同情心由近及远递减的。他说，所以文明社会不允许自私自利，更会鼓励平等互利。但人们可以凭借自由创造、分工合作活得更好，就可以把同情心扩大到陌生人乃至动物。如果一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幸福，这就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相反，如果人们被限制了自由发展，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食物安全需求，就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身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动机追求更高尚品行，美德和生活品质都成了稀缺品。回望人类历史，野蛮和文明一直存在激烈的冲突，暴力与和平，封闭和开放，奴役和自由，契约和丛林。文明的进程就是让人类不断远离动物工具的属性。文明的最大功用就是让人活得像一个人。文明社会不等于高楼大厦，但也不是空中楼阁。先有渴望文明的个人不断学习和传播文明的观念，才有文明的制度落地生根。我们用一种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让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对吧？让这一部分人带动其他的人，人人都文明起来之后，文明的制度更容易落地生根。按照文明的6个特征，大家就可以照镜子，可以对照。所以我们总说
俄罗斯它还是在中世纪啊，它对领土的渴望，它对主权，它对乌克兰人民的这种漠视，就说明俄罗斯还处在一个野蛮阶段。所以我们认为俄罗斯它不能赢，一旦俄罗斯赢了，那就是野蛮战胜文明。而你说出大天去，你说出各种理由，说什么北约东扩，北约对俄罗斯的挤压，这个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构思。这个几百年来，我们看到俄罗斯沙俄、沙皇、苏联，他所做的一切已经说明问题啊。如果说这些都远了，跟现在的俄罗斯没关系，那我们看一看普京上台以后的俄罗斯干了些什么？格鲁吉亚战争，派兵到叙利亚，2014年拿下这个克里米亚还不满足，又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在那支持叛军，这些事情不光说乌克兰，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哪一个没有深受其害？到最后悍然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不就是侵略乌克兰吗？大言不惭的要求乌克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要求乌克兰不能加入那个组织，要求乌克兰你只能拥有多少军队，要求乌克兰你必须重新选举，你这个领导人不行，不仅干涉乌克兰的内政，还干涉乌克兰的外交，乌克兰的主权，这就是野蛮。如果这样的行为得到表扬，如果他胜了，这不就是文明的倒退吗？俄罗斯有契约精神吗？从布达佩斯备忘录到明斯克协议，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协议，那不都是用来撕毁的吗？他哪个他遵守？我们再说说印度，你要对照这6个特征，印度向文明社会迈进，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的方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方面那是走一步退2步。无论从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无论是遵守契约、目光长远，还是普遍的同情心、同理心，这个都有待于加强。以契约精神为例，印度它有契约精神吗？表面上看有，实际上是没有。正因为没有契约精神，所以食品安全才是问题。食品安全它就是契约，我给钱，我想买的是安全的食品，但是你能买到吗？商家卖给你的红薯粉，它就是木薯做的，对吧？商家卖给你的梅菜扣肉，它就是淋巴肉做的。商家卖给你的黄焖鸡，它就是上一波客人吃的剩的。这叫契约精神吗？没有契约精神。表面上看，我们也在履行合同，我们也有协议，对吧？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会按照协议去做。私有产权也是的，在这一块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就会导致很多人。当然了，韭菜无所谓，反正你产权不多，没有什么钱。那些稍微有点钱的，他就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总担心你要打他钱的主意，再加上家头这些人动不动出来呐喊，动不动下鸟论，那你说这些人他总想着要润，你不安全，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分他的家产？所以他一有钱之后，他就想着走，人才流失，资本流失，对吧？正能量加头老师是最反对私有财产的，但是私下里他对私有财产那是更加这个叫疯狂，对吧？不惜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去敛财。当然我们要说回来，正因为离文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有空间，还有努力的这种希望。印度不能滑向俄罗斯，不能步俄罗斯的后尘，不能成为一个野蛮的一份子。虽然文明之路比较崎岖，比较坎坷，但是它是正途。现在人类又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文明和野蛮的交锋，可以说到了非常关键和微妙的时刻。特朗普上台以后，一下把这个打破了。特朗普更多的同情这个普京，理解俄罗斯，按照俄罗斯的叙事方式，甚至多次颠倒黑白，说是乌克兰发起了这场战争啊，指责乌克兰不该抵抗，这都是文明的倒退。出于个人目的，出于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你可以不免费援助乌克兰，对吧？一切都要钱，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帮着普京打压乌克兰，这就不对，这叫助纣为虐啊！不指望着你去维持这个秩序，主持正义，去打击这个犯罪分子，但至少你不能帮着犯罪分子去打击这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就是文明的倒退。所以说，俄乌战争它的走向最终是乌克兰胜了，俄罗斯败了，俄罗斯受到惩罚，还是说俄罗斯赢了，乌克兰领土换和平？这个标志着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整个世界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开倒车？那比较简单了，那我们就只能等着这个暴力会越来越昌盛，暴力会得到奖赏，最终会迎来，对吧？第3次世界大战，这不就是文明的毁灭吗？如果俄罗斯失败，对吧？俄罗斯被肢解，那么就告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吧？暴力是行不通的，暴力必然会受到惩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